根据国健署的调查，差不多3个少年人当中都有一个体重受动。根据台大教授的研究，台湾少年人饮食失调比例有超过11%。学者嘛指出，这可能是心理压力所造成的，未来可会有饮食障碍情形，呼吁大众都要认真看待。现代人注重身材，定会去健身房运动。不过，学者指出，过度运动嘛是一种失调的状况。有台大教授提出研究，显示台湾青少年饮食失调的比率有11%高。失调的状况包括过度减肥、大量饮食，也有过度运动。也若进一步来看，新住民的青少年状况说明显比一般家庭的青少年较严重。这可能和家庭饮食文化，也有社会认同有关系。新住民的妈妈呢，对孩子的这个肥胖的健康风险，可能是持比较宽松的态度。他们因为要融入社会规范需求高，所以对这个同侪嘲弄的易感度就可能是比较高了。那因此呢，这个同侪的体重嘲弄，它的强度就会容易增加他的情绪困扰，而进入了饮食失序的这个恶性循环。研究结果推论，新住民的囡仔对融入台湾社会文化意志较强，惊互同学老师踢笑看轻，对善等于美观的美术心理压力较重，所以嘛较高造成饮食失调。另外，长期研究心理健康对身体影响的学者嘛指出，饮食失调嘛可会造成饮食障碍，呼吁社会大众都爱认真看待。饮食失序是还没有到达饮食障碍症的这个程度，但可以是当做一种警讯，有这样表现的孩子，需要更进一步的了解、评估。那我们要注重这些趋势的变化，积极在家庭学校社区或是网络平台上面推动对于体重饮食、身体活动的一个健康促进的环境。提出这个研究的学者嘛，希望讲透过这个调查，让学校愈注重学生的情绪和心理，不论是一般学生还是新住民学生，师生拢唔通有歧视的状况发生，嘛唔望对台湾社会整体来改善对善等于健康美观的美术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